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5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阿文人讲有言攻击因，甲因讲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圣殿受亵渎，以色列的土地拍荒，犹太人受放逐的时，恁竟然讲：哈哈，以色列人嘛有即日哦。所以，我要互东方来的民族征服恁，占恁的土地做因的产业，因要伫恁的土地扎营定居，食恁田园的出产，啉恁羊群的奶。我要互拉巴城变做骆驼的牧场，互阿文人的地成做羊群倒地休困的所在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因为恁充满怨恨，看以色列地受灾难做欢喜，手拍扑仔，骹着跳。所以，我要伸手攻击恁，甲恁交互列国做俘虏。我要对万民中甲恁消灭，互恁对万国中消失。我要除灭恁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讲：因为摩押人甲以东人讲，犹大国甲别个国家无啥物无共，所以我要互摩押边界的城镇受攻击，连因上宽口的城堡别亚西末、巴力免甲基列亭拢受攻破。我嘛要将阿文人甲摩押做伙交互东方来的民族做产业，搁互列国袂记得摩押。我一定要刑罚摩押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东人因为对犹大人报仇，因的报仇显露因极大的罪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刑罚以东，甲因的精生消灭，互以东对提曼到底但的土地拢拍荒，人受刣死。我要用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手对以东报复，因要照我极大的受气报复以东。迄时，以东人就知这是我伫向因报复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非利士人向犹太人报因古早就结的冤仇，心存恶意，要消灭犹太人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消灭基利提人，连住伫沿海平原村的人嘛要消灭。我要严严甲因报复，发大受气刑罚因。我甲因报复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